开会了，开会了。说你呢，还看手机？哎，刘导，我正看着咱春晚节目的点赞和评论呢。怎么样？网友的发言踊跃吗？从后台看，小编一直在狂删帖。从这个工作量估计啊，这个留言的热心观众还是挺多的。啊？删帖？是啊，好多口水帖、吐槽帖。好了，不看了，咱们开会。今天是春晚的总结会。今年春晚啊，做到这份上已经不错了啊。今天咱们开个会，总结一下经验教训。明年呢，咱们开得更好啊！大家都说一说。哎，那怎么都不说话呀？有话就说，实话实说嘛。得，那我先说，我说完了，你们都说一说啊。今年的春晚吧，一如既往的成功，在全国239个频道同步直播。我说呢，大年三十晚上，我一连换了100来个台，都是春晚。啊，我是说啊，咱这春晚转播阵容太强大了，全覆盖无死角，霸屏率又创新高。您接着说，接着说。今年的春晚吧，在全国239个频道同步直播，和这个海外的218个合作方，在全球162个国家同步播出，观众达到11.73亿人。啊，刘导，这11.73亿是怎么统计出来的？这个我琢磨的。啊，我琢磨的。是啊，你自个儿算嘛。239个频道同步播出，全中国全覆盖无死角啊。咱中国有13亿人吧，对不对？你把这个生病的、快死的、刚出生的、有事耽误没看着的全刨去。我说11.73亿，我这还是保守的说了，对不对？大家都说一说，大家畅所欲言，百花齐放吧。领导，你这不是要引蛇出洞吧？你以为我是搞整风运动的？就你小子废话多，你先说说。导演，我觉得咱们今年春晚克服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困难，那就是把主持人找齐了。你想，现在是青黄不接啊，这帮大腕们，有的忙补税，有的忙坐牢，有的忙转业，有的忙外逃。咱们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，能把这5个主持人凑齐了，多不容易啊！我就说，今年的主持人太难找了。本来想找朱军，结果这朱军闹出个性侵，后来呢又想找吴秀波，结果吴秀波秒变渣男，不仅是找小三儿，还把小三儿直接送进了监狱。就是，你看北京台就是傻呀，找吴秀波去主持，结果不光吴秀波的镜头被剪了，连其他主持人一起给剪了。那是，这要剪肯定一起剪，总不能在吴秀波那儿打个马赛克配字幕，让其他主持人在那继续讲吧。不过话说这北京春晚却也因祸得福。因祸得福？哎，怎么回事？你说说。我听北京台一朋友说，今年他们春晚就没有主持人，就是一个节目接着一个节目放，然后观众反应还特别好，都说这没有主持人了，这节目上了一个档次。观众懂什么呀？这剪谁，他也不能剪主持人呢。这给观众洗脑，给政府洗地的任务，有一半都是由主持人担当的。咱不说这个了啊，咱们继续总结。哎，你这看了半天手机了，你说说。刘导，咱这评论里最多的就是说咱这猪年春晚没猪啊，看不出来是猪年。之前不是解释过了吗？今年闹猪瘟，不让提猪，什么猪形的吉祥物啊、猪八戒之类的都不能提。刘导，这我明白，这不过咱不一定非得提猪吧，咱可以隐晦一点，弄几个谐音的成语，比如什么珠圆玉润、珠联璧合，这个弄点吉祥话，咱上头是不是有点过度紧张了？我这么跟你说吧，
今年不能提猪，不只跟朱温有关，跟习大大也有关。啊，这猪跟习大大还有关系啊？我说的是这晚会没猪，跟习大大有关系。那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今儿说一秘密啊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你们可千万别往外说。你们听说过香港有个叫卢恒利、蒋匡文的吗？听说过呀，风水命理大师，预测超准的。对，这两位大师说了，今年是土猪年，跟习大大的八字不合，所以今年一年啊，全都不能提猪。真的假的？灵吗？这事儿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之前不是有个说法叫逢九必乱吗？你看啊，59年大饥荒，69年中苏边境珍宝岛事件，79年中越战争，89六四屠城西藏拉萨戒严，99年镇压法轮功，09年新疆75事件，今年19年又是土猪年，恐怕祸不单行啊！嘿嘿嘿，别扯远了啊！总之啊，一句话，今年不能提猪，不光春晚不能提猪，全年都不能提猪。今年我们要过一个清真的猪年。这怎么这么别扭这词儿啊？好了，咱们继续讨论。刘导，我觉得吧，今年我们最成功之处，就是我们在春晚舞台上提前实现了统一台湾。嘿，这你都看出来了，聪明啊！那你说说，大家发现没有啊？我们这次请的几个台湾艺人，林志玲、费玉清、杨宗纬，还有那个变魔术的刘谦儿，他们出来的时候，我们统一标注成他们的国籍是中国台湾。高啊！这习总新年讲话说什么一国两制、9·2共识的问题，这被蔡英文一通狂怼。哎，这下好了，咱请几个明星打个标签中国台湾，这宣传效果立竿见影啊！说的不错，大智慧咱没有，这抖小机灵咱服过谁呀？你也说说啊，我上半场没好好看，一直忙着换台来着。那我总结一下下半场哈。我觉得吧，这下半场刘谦表演的魔术特别好，这演员演技一流，配合到位，可以说是天衣无缝啊。什么天衣无缝啊？就这节目网友评论的最多，底下有助手给刘谦换壶，都被拍下来了不说，还被发到网上去了。哎，你看，这帮穿的，你看底下有观众留言说刘谦魔术造假，助手帮着造假，连现场观众都是托，这整个一诈骗团伙啊！哎，这哪是魔术啊？这分明就是骗术嘛！骗术怎么了？我们表演的就是骗术，魔术算什么呀？那都是雕虫小技，骗术就不一样了，这是我们裤衩台的专业素养和基本技能。你看人家新闻联播，每天请一帮托欺骗全国观众，我们春晚怎么了？我们一年才欺骗一次，观众就说三道四，这太不厚道。哎，你们还不服气是吧？我告诉你们啊，明年我不光请托，我还请更多的托，甚至我连托都不请了，我直接用电视特效。